對於一直唔想用360相機嘅我，面對住 Insta360X5，今次真係再冇藉口。原因係佢 8K 30fps 嘅畫面咧，提升到 11K 採樣，而且使用咗1/1.28嘅感光元件，就算劈開一半變成 4K 嘅平面畫面啊，依然睇得好清楚。今次仲加入咗 Pure Video 嘅夜景拍攝功能，再配合來自3個 AI 晶片，同時進行影像同埋降噪嘅處理。依家無論出夜街或者踩夜車，都可以攞到一個最靚嘅畫面效果。依家內置仲有防風咪罩同埋增強個消噪功能，就算幾大風咧，都唔再聽到呼呼聲啦。電池嘅續航力更加去到185分鐘，真係一嚿電咧就已經夠我玩大半日啦。今次嘅功能上咧就加入咗呢個 Instant Frame， 喺錄製360影片嘅時候咧，再 output 多一條咧平面嘅影片，咁樣就可以即時撈條片落手機，即時 upload 上社交平台啦。不過最令我舉手投降嘅地方，終於可以咧自己換鏡片，就算撞崩或者刮花，依家都可以用佢嘅 replacement kit 即時更換，直頭連入廠維修嘅時間都慳翻晒。依家我就可以安心帶住佢上山下海到處影啦。